来看今仔透早要晚4点哦，嘉义县梅山发生规模5.1的地震，深度只有12.3公里，是非常的浅层。分林嘉义县市有南投的震度拢有4级哦。因为梅山8年前发生过规模7.1的地震，也毋过地震中心是表示讲，即届的地震哦，甲梅山断层有10外公里的距离，应该甲断层无关系。半暝3点外，嘉义县梅山乡山区的办公室吊牌摇来摇去，因为当时发生规模5.1的地震，深度敢若12.3公里，有真侪民众拢互害醒。摇头前摇足大个，都5级1哩。4点几级的，决定惊。啊，迄顺利啥？我迄阵伫困啊，去摇精神啊。震央所在地有人听到地鸣声，嘛有人互摇醒了后困袂去。周边亲像是嘉义市南投分林顶地嘛有4级的地震。今年嘉南地区地震真济，但是8年前梅山乡发生过规模7.1的大地震，这个又个是规模5.1，真济民众烦恼这两个有关联。在相对位置上面是比较有一定的距离，所以我们判断今天早上这个地震它基本上是一个破碎带。它不是一个断层系统所造成，它的一个位置空间是不是有相对一个缩短或是抬高？他们就可以开始判断说这边是不是能量一个累积的部分。那就目前而言是没有看到有明显的能量累积的一个状况。地震中心表示，今年度嘉南地区的地震拢是以坤震的方式来表现，但是30号这个地震甲坤震的关联性无大。这2档观测到梅山的断层，嘛无发现能量的累积，加上这个地震距离梅山大尖山顶周边的断层嘛有10公里以上，研判是甲断层带无关系。现在的震源机制跟这个所谓震度分布呢来看，跟这个梅山断层有很大的相似性哦。但因为它目前定位是靠近山区的部分呢，最靠近它的断层呢，反而是大尖山断层或是出口断层。学者嘛排除梅山断层甲这届的地震有关联性，不过地震中心嘛提醒，梅山断层若是个引发规模将近接近921大地震7.3级，统计嘉南地区今年有123件的地震，其中有26件非常有感，民众还是爱做好的预防措施。记者林慧婷、王柳婷、明昭、宽嘉基文嘉义台北报道。